贝斯阿力，大提琴手松月，部落的弟弟马少，安娜，好听吗？今天？好听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冷哦。我们都冷到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。就唱族语，很多人说唱族语能干嘛？我说我想要唱族语，成为第一个唱族语唱到小巨蛋的歌手。我不知道我现在红不红，拜托你们让我红啊！我这里是基优股，我是原住民，我会加油。然后小巨蛋有点难哦，这边还没有塞爆，还差2坪的地方还没有塞到。那我想要先做一件事，在明年，我想要回去我们都兰也有小巨蛋哦，就是全台县最大的室内体育场，都兰国中的体育馆。要唱2个小时都原住民语的演唱会。规格要媲美 Super Junior， 有乐手、dancer， 还有造型。我想要让部落的人更有信心，就有信心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文化，不管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故事，都可以跟人家分享的。还有生态导览，最基本的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要拿来活用。我办一场演唱会，免费的，大家都去那边尽情的去原住民部落里面消费，就是住民宿嘛，吃小吃嘛，也不会很贵啊，一样可以欣赏到海景第1排。我会加油，赚多一点钱。回去跟我们部落分享更多，我觉得很多人会愿意喜欢参与原住民的一部分。分享会让我们更有力量。部落的弟弟们因为要分享，他会更努力去学习文化的事情。这是我的感觉，试试看吧。明年的我不知道呢，我没有把握看一下我的存款部剩多少钱。免费的好像很困难，不会啊，我不想要办得破破烂烂的，至少要新娘子陪我的那种。我在加油。外面有卖我的 CD。不用鼓掌了，只要钞票就好了。还有就是追求钞票的地方嘛，我会加油用我的本事唱母语。然后最后一首歌了，不要太想我。你上网搜寻Suming SUMING Enter， 一定找得到我，永远就是这么棒。好像在演讲，对不起大家。我好像要出来选举了。然后最后一首歌，辛苦，你看。